后去是听阮爸咧讲的是讲，吼，当初这边比较偏僻的地方，迄时阵你来遮捡茶去出去外口卖啊，哦，甲迄边啊卖物件你来遮卖安尼啊，两边的交流安尼。这边后来这边呢赚了一点钱的话，就在那边定居了。小时候我大部分都跟闽南村这边的小孩子混在一起啊，是也有被排斥的。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拢用福客话，我拢用河洛话还没回答。说到现在的话，客家话听得懂，可是讲就是没认真啊。今年比较早了，上一年现在都8几年，这种拖了。咧结开的时阵多适合它的气温。他说：“以后咱若这是拢气候要安怎讲，拢随着他这样，我也不晓得他怎么会提早。你说专家会晓得原因，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说有东西就收了。”身亡，而案发之后，凶嫌逃逸无踪，展开了长达1年多的逃亡生涯。他跟警方。由于要监控的现场同信件的住处，都是空草地，搜查车多个人马上就会被发现。警方到底能？来，我也无人来，我有咖喱呢。咖喱呢？别无人，咖喱。那时候保护是很好了，就是说，为了地方啦，有时候我们是想说在客家来石头做杂货店地方人这样照顾啦，然后说回馈地方，所以就出来，因为看我们石头好山好水啊，就。迄时阵咱出来选村长，第一个目的若是讲看家地方改变无。以前阮庄会当讲很改普世啦，县政府这边遮足济经费会当咱写计划来用做。伊对阮产业赚的钱拢是个人的，木瓜啦，迄个往来金蕉啦，木瓜当做木瓜酵素啦。芒果可以做芒果青啦，凤梨可以做往来酱啊。产量多的时候加工互农民的损失较少安尼啊。咱就是当初是要互村民大家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用做到尾也是为了东排的问题，社区总干事我无做时阵，咱要做的资源都无啊，无时咱就无法做。阮爸爸若事假都搁倒来客，阮阿嬷拢客互伊。
拨了钱，拢拨了拢无钱。啊！咱这落是这么几十个呢？今年加明年，佫带拢会带阿妹佫唔好去。看见没？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做这个吗？我的阿姨，她也是做这个，然后我每次去他们家，她就给我2盒花生糖，然后我今天说看店，看就1盒哦，她就是看店而已，看电视哦，1盒可以吃光光。我想说啊，这个她那么喜欢吃，我就灵机一动说啊，我来做做看好了。反正我们家自己是卖花生啊，什么材料都有，然后就回来自己摸索。我家的时候，我根本因为我是那个上班族，我连秤子都看不懂，然后我连那些都不会卖。我所以整个店面的那个价位贴的满满的，写的满满的，然后这个像那个秤子有没有？一点一点黑的都是我点的，因为我不会看，要你看你会看懂吗？不过我们也没上这种课程啊，老师也没教。整个店面都被我贴得满满，写得乱七八糟，然后就这样子啊，久而久之就上道了，就有点那种生意的头脑了。97年，就有风声讲要去啊，迄时阮搁往那做船长，阮就往那算讲坚决反对啊，就代表委啊，哦，甲迄种的提案啊，到遐表决吼，过来就无去啊，尾啊，就偏讲吼，刷要对落去，99年顶年要选阮要选代表的时阵吼。迄段时间较无用啊，无用时阵，伊就开始动工，阮也毋知，阮迄时阵逐个咧无选举啊，等甲规个一个迄种的啥，伊个硬体的设备出来的时阵，
就开始抗议啊。从莉莉西斯的公园这样排出来呢，然后排到林边那边的水那边呢，像那个昌隆那边的以前，他们也是盖猪大便、猪舍，就他们那边的村民也是反对归反对，也是讲说哦有现代化的那个水那个设备，结果像排出来的水，自来水转出来都是黑水呢，所以我阿姨。那边的水，我说奇怪，你那边水为什么还要用钱去买？他讲说，也是他们那边养那个盖的猪舍，都是黑的哦。啊，那县政府来勘采都是用的现代化。他说利用那种像台风好大雨的时候，然后转跟着这样排出来。可能我的生活比较适合乡下，了种多农作物啦，柑仔店过咧，伫遮家己砖头讲，当初那是讲要做观光路线，讲家规个砖头咧民宿啥咧带动，就是我爱盖这行为啊，尾啊，咱是讲吼，伫遮家己大咧吼，家己安尼看会当安尼地小安尼慢慢啊，做个是。有时啊是钱啊欠收咧，做船顶的时阵，有时啊安尼开的，算讲安尼伫外口安尼，伊算讲安尼交际啥开，经就无啥有钱，所以有时啊像这规个拢是人的废物利用的，拢是种以前拢遮迄种茶啦、家家己打，家己遮袂晓就请人，会晓拢家己打呢。是阮某的故乡是讲。做好后边要老年一日游啊！老年若无所在来，来遮坐泡茶，一工收100、200，毋是你就等去，你是你就来遮，去做个小生意安尼，无没有很大的抱负啦。站在我的立场是说，如果他是什么都合法的话，真的我们也是没有他的办法。
以前的养猪场都是连县呐也是都反对，可是现在县长是赞成啊，可是村民就是反对啊。这上次来村里那个说明会，环境用搞到无一点。现在整个路都出去了。如果他要做的话，依法的话，我们村民也是没有他的办法了。可是我们在祭祀上，我们能挡的就挡，挡不住也没有办法。现在只有这样。现在都喝那个地下水，地下抽上那个蓄水池，然后到各户用那个水表，猪大便从这边下去就是村里了。现在就按我们的水源头是从这边下去，因为我们这水源是这边下去的到村里。现在村就是怕说这边污染的话，村里的水都没有人敢喝了。我们地下也有那个河床，也有水道啊。水道的话，现在是村下，现在这边这附近这边都挖得到水嘛过去那个嘉乐一那边或者我们那边挖不到水啊，就是那边没有水道啊。这边的水渗透下去，就经过水道就到村里下去这边好山好水啊。你一个养殖场在这边，所以有的要做那个休闲农场的啦，还是那边有庙宇啦，那边又有一个庙宇啦。这附近南风吹过去，臭得要命的话，现在大家是在担心这个。看那鸡卵就姜来一饭啊，鸡卵啊，感谢。太平粉也面粉嘞，有啊，拿来。这等下敲了，弄好了。电。养殖场可能去是没问题的去的，我们也是只能承担而已啊。我们因为他财大势大，所以我们这小村民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要有好山好水好的风景，财团里来，咱计无奈。
特质。我换水了，我换水，变成包。对。谢谢。倍健 DHA， 没得。中老年人的健康，倍健 EPA， 一般成人的保健，倍健要这个转台器一样。比方说，为什么你转那个52、53会转到东升，怎么转不到民视？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很简单。